都認到句嘅話，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啊！科舉先係正途。大家平時見到啲畫家就好風光，喐下就辦畫展相，拍埋賺大錢，好受人尊重。但喺古代啲畫家就冇咁威水啦。比如我哋之前喺蘭陵最起唐太宗呃翻嚟嗰期入面提到著名畫家閻立本，佢嘅故仔就好有代表性。話說有一次，唐太宗同啲文臣喺皇家園林春園嘅湖入面遊船河，見到一隻好特別嘅雀仔喺水面上好悠閒咁浮下浮下。唐太宗見到之後好開心，就叫啲文臣寫詩，然後又派人叫閻立本入嚟畫低個畫面。咁啲侍從出嚟就嗌啦：畫師閻立本。其實閻立本呢個時候已經係主爵郎中，五品官都唔低噶啦，但係都要俾人咁嗌法。咁皇帝叫到冇計啦，閻立本入到去之後就喺湖邊度行嚟行去，左右觀察，出咗成身汗，而且仲要趴喺湖邊度畫畫。佢見到啲同僚坐喺船上面好悠閒咁寫詩，就覺得自己好丟架。所以閻立本翻屋企之後就同自己嘅仔講啦：我本嚟讀書都唔錯，但係因為中意畫畫，因此出名啦。今日要好似工人咁趴喺地上面做嘢，一啲面都冇啊！你千祈唔好學我。所以喺唐朝，就連閻立本咁出名嘅畫家都不過係高級打工仔，杜子呢挺呢只不過係一個高級技工。所以喺封建社會總體嚟講都認咗句嘅話：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啊！科舉先係正途。好啦，今日分享就到呢度，歡迎關注我啦，下次再見，拜拜。